好多病人一收到診斷結果，第一件事就係上網 check 抗癌食譜，食乜嘢可以縮癌。但係你知唔知道書入邊提到，冇一樣食物可以單一靠自己治療癌症，錯誤嘅飲食反而會拖慢恢復，增加我哋嘅副作用。而呢本書嘅作者強調，真正影響健康嘅唔係補唔補，而係啱唔啱。大家好，歡迎到讀懂癌症。今日呢本書可以話係癌症治療期所有家屬都應該放喺餐桌上面嘅指南。腫瘤患者嘅飲食唔單止係食乜嘢，而係點樣令身體有力打仗。如果你都想知道腫瘤患者喺放療、化療、手術呢啲治療嘅階段到底應該點樣食，乜嘢先係食得落，又會一個有效支持身體嘅方法，咁你一定要睇到最後。開始之前記得訂閱同埋 like 我哋讀懂癌症，將複雜嘅醫療資訊變成你聽得明、做得到嘅日常建議。作者嘅介紹，點解佢會寫呢本書嘅呢？腫瘤患者怎麼吃？呢本書嘅作者係國內知名腫瘤學科營養團隊，長期處理放療、化療患者嘅飲食難題。佢哋每日都面對真正嘅病人，知道乜嘢係患者真係食唔落，乜嘢係網上嘅謠言。亦都知道好多家屬根本就關心，而係因為太多資訊，唔知道從邊度入手。作者寫呢本書嘅原因好簡單，希望可以解決網上面一啲飲食嘅迷思，俾患者真正一個做得到嘅飲食指南。佢哋發現有啲病人以為禁食就可以餓死癌細胞，結果首先身體餓死先。有啲家屬狂煲呢個補湯，反而令患者腹脹嘔吐。有啲人明明已經好瘦，仲堅持輕斷食，令到治療中斷。作者想講嘅係，癌症嘅飲食唔係跟風，而係科學。唔係補品，而係策略。書入邊嘅核心思想，其實一句已經講晒。腫瘤患者嘅飲食目標唔係抗癌，而係保持體力。治療乜都好，手術、放療、化療、標靶、免疫，最怕嘅唔係副作用，而係病人嘅體力根本撐唔到落去。所以呢本書最核心有3句：一、食得落大於食乜嘢；二、保持嘅體重等於保命；三、啱嘅階段大於啱嘅食物。重點一，腫瘤患者最危險嘅唔係營養過剩，而係營養不良。書入邊有數據指出，30至80% 嘅癌症患者存在不同程度嘅營養不良，甚至有20% 嘅患者唔係死於癌症，而係死於營養不良。係咪好誇張？其實一啲都唔誇張。營養不良係會導致以下嘅一啲問題：抵抗力下降、傷口愈合得慢、化療嘅副作用更加嚴重、感染嘅風險上升。作者就講到，如果患者食唔到嘢，其實任何嘅療程都冇辦法進行。所以第一步唔係抗癌，而係確保食得落、食得飽、食得啱。重點二，治療期嘅飲食應該按階段靈活調整。好多人一聽到腫瘤飲食就以為乜都要戒，肉、蛋、油、糖、澱粉通通都要戒。但係作者講明，癌症嘅飲食並非一刀切，一定要按治療嘅階段調整。首先，手術期重點係修復，要攝取蛋白質，例如雞蛋、魚、豆腐；要有優質嘅脂肪，例如橄欖油、牛油果油；要補充適量嘅維生素 C 同埋鋅，因為手術對身體係會造成重大嘅損傷。要修補就一定要足夠營養。到化療期，重點係保胃口，減輕副作用。化療會帶嚟唔同程度嘅影響，想嘔、有金屬味、胃口差、肚瀉或者便秘。所以書入邊就建議我哋採用清淡同埋易消化嘅飲食，高蛋白質，例如食蒸魚、豆腐羹，少食多餐，可以一日食5至6餐。凍嘅食物比熱嘅食物更加易合口。化療唔係靠補，而係靠過渡。到放療期，重點係抗氧化。放療會造成黏膜嘅損傷，特別係頭頸癌、乳癌等等。作者建議每日食2份深色嘅蔬菜，例如菠菜、西蘭花；1份抗氧化嘅水果，例如藍莓、蘋果；高水分嘅食物，例如粥同埋蒸蛋，因為黏膜需要維他命 A、C、E 幫手修復。重點3，癌症患者唔使盲目戒口，最緊要係平衡。書入邊提出一個最顛覆嘅概念，癌症患者其實唔需要完全戒肉、戒油、戒飯。盲目嘅戒口會導致蛋白質不足，令到肌肉流失；能量嘅不足，令到成個人都好攰；免疫力嘅下降，會導致更加容易感染。所以真正要戒嘅係油炸食品、高糖嘅手搖飲品、反式嘅脂肪、加工肉同埋過度嘅濃湯，呢個係會造成腸胃嘅負擔。相反嚟講，就唔係我哋所講嘅白飯、肉類、蛋同埋豆類。作者再三強調，癌症患者最需要嘅係力量，而唔係吉咗嘅肚。如果你有照顧過病人嘅話，你會深深明白到，能夠食嘅話先能夠作戰。重點4，書入邊嘅真實臨床案例，
錯誤嘅飲食等於治療嘅中斷。書入邊有一個好經典嘅真實案例，醫生曾經接受一個50歲嘅大腸癌患者 A 先生，佢有一個迷思，癌症就等於身子弱，就要狂飲補湯。結果佢每日都狂飲老火魚湯、雞湯、雙料補湯，咁究竟飲到有啲咩成效呢？佢就出現腹脹、想嘔、食量急降，放療劑又被迫調低，腫瘤科醫生同埋營養師都即刻要介入。首先要停止佢嘅補湯，轉為一啲清淡或者易消化嘅食物，以少食多餐嘅方式建立翻個胃口，補充足夠嘅蛋白質，而唔係補湯油。短短2個禮拜，佢嘅體力改善，終於可以正常咁完成我哋嘅療程。作者用呢個例子提醒我哋，補身唔一定要飲湯，補錯方法等於害身體。重點5，常見家屬5大嘅誤區，好多人都以為自己係幫緊患者，實際上係害緊。作者又歸納咗5大普遍嘅迷思，絕對係家屬最應該聽嘅部分。癌症患者就應該要食得清清地、素素地。事實係長期嘅素食會令到蛋白質嘅不足、肌肉嘅流失，有機會令到治療無法承受。作者一句說話講晒，癌症嘅患者其實最怕係消瘦。菜係可以食嘅，但係魚、蛋、肉都一定要保留。蛋白質最少係體重每 kg 乘 1.2 至 1.5 克。誤區2，唔食糖就等於殺死癌細胞。好多人都已經聽過呢句說話，癌細胞最主要就係糖，所以我哋唔食糖就可以餓死佢哋。書入邊直接澄清，人類嘅所有細胞都需要葡萄糖。如果完全唔食糖嘅話，其實唔能夠殺死癌細胞，只要餓壞我哋嘅身體。所以我哋真正要戒嘅係飲品嘅糖、蛋糕、餅乾、果糖漿、二白飯、薯仔、粥，其實都係可以食嘅。誤區3，大量嘅補品就等於大量嘅免疫力。作者非常之明確咁指出，補品唔等於治療。最常見問題有以下：攝取高濃度靈芝，引發我哋嘅肚瀉；靈芝孢子油會同我哋化療藥物相衝；草藥嘅補身會影響我哋嘅肝腎指數；乳清蛋白亂食就會增加我哋嘅胰臟負擔。癌症患者嘅身體係特別脆弱同敏感嘅，唔可以靠亂補嚟強壯佢哋。誤區4，化療食唔到嘅話，咪少食2餐就算。其實呢個係最危險嘅。有患者治療期間3日都食唔到嘢，體重急降咗3 kg。作者建議應該轉飲一啲高能量嘅營養補充品，或者將3餐拆分成5至6餐，中間加入啲堅果水或者牛油果泥。只要食得落，就算粥水都可以捱住先。誤區5，濃湯就等於營養，其實大部分營養都係留喺肉裏邊，而唔係留喺湯水入邊。濃湯最大嘅問題就係太油太鹹，刺激我哋嘅腸道，反而會令到患者更加冇胃口，食唔落嘢。作者就建議我哋可以攝取多啲原形嘅食物，以蒸、燉、煮嘅烹調方式，更加清淡，更加易入口。而書入邊都有6大最精華、最實用嘅建議，好值得家屬抄低。而我都整成一個 list 擺咗喺留言區，歡迎大家去留言區度睇翻。建議1，食物越簡單越好吸收，蒸魚、蒸蛋、豆腐羹、小米粥，比任何嘅湯水補品更加易入口。建議2，少量多餐，每日可以分成5至6餐食，唔使勉強一餐就要食晒，分散去吸收反而更加有效。建議3，每日都要有一定嘅蛋白質，例如1至2隻雞蛋、1塊手掌大嘅魚肉、豆類製品。如果冇乳糖不適嘅話，都可以攝取牛奶。建議4，準備2套嘅食物，因為患者嘅口味會突然間改變，食嘢會食到金屬味，冇胃口，食物會變苦，所以我哋可以準備2套嘅食物，1就係清淡啲嘅，2就係味道稍微濃啲嘅，咁等患者有得選擇。建議5，飲食嘅目的只有一個，就係捱得住治療期。如果食物可以令到病人食得舒服，食到落去嘅話，就係一個好嘅食物。建議6，保持體重大於控制營養嘅細節，尤其喺放療化療期間，跌體重就等於跌療效。嚟到呢度我都要再講聲明。癌症治療期嘅飲食一定要根據醫生同埋營養師嘅建議。影片入邊嘅內容係源自於書籍嘅一啲觀點，教學嘅用途，並非個人化嘅治療指引。每一個癌症嘅類型、治療嘅方式、身體嘅狀況都有唔同，千祈唔好照抄照跟，一定要問翻主診嘅醫師，諮詢我哋嘅營養師，根據實際嘅情況而調整。如果你喺度正在照顧緊一位癌症嘅患者，希望你要記住，最重要嘅唔係完美嘅飲食，而係一啖一啖咁樣支撐佢點樣行落去。有時候1碗粥、1隻蒸蛋，比任何補品都更加有力量。
如果你都覺得呢條片幫到你嘅話，記得 like 同埋訂閱我哋讀懂癌症，我會為大家讀更加多嘅權威醫學書，將深奧嘅知識變成貼地嘅生活指南。如果你哋想知多啲健康嘅圖文資訊，可以 follow 我哋嘅 IG 同埋 Facebook， 我哋會不定時咁發佈健康嘅資訊，希望幫助大家認識你哋嘅身體同埋掌握預防。今日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